六甲区公所做翠庵有创意，甲陆羽青、买花乌，也就是火鹤以及稻米的元素加入去翠庵当中，除了兼顾防疫，嘛展现六甲的特色。六甲区公所设计3种创新的翠庵，将六甲在地特色陆羽熊、买花乌、佮有稻米的元素加入翠庵。第一款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奶茶色的一个口罩，里面印有我们六甲区公所的一个 logo 啦。第一种翠庵有无同款的色水，第二种青蓝色有印心怀六甲的文字，第三种柑仔色是为着明年陆羽熊季来设计。3种翠庵拢有无同的意思。我们六甲的落羽松加人无同款，因为我们是最大的总共有2点多公顷总共有2300多棵的一个落羽松。公所透过这3种文创翠庵，互民众嘛会当来推广六甲的人文风景。